在个新闻要来关心高雄市即马大家上关心的一个罢免案，什么罢免案？就是高雄市议员这个罢免案。2月7日，今日初5，2月7日就是明仔载就要投票啊。发动罢免案这个社群红线的清洁队呢，到底是什么款的团体？华视新闻专访罢免这个总部的发言人施尚贤，伊讲啊。发起人是一位凤山区的选民，决定连署罢免，是因为在2019年6月份的时，这个节在天高节这个议题时呢，当时的议会对着韩国瑜市长的态度无好，文静无专业。那2020年的6月份呢，正式启动这个罢这个总部，收一寡连署书，还有20几个志工，在外界无看好的情形下，和这个罢免案来成案成立。伊强调讲，这个罢免节这个案件成立，代表凤山人民要换掉一寡无适任的民意代表的意志。作秀效果大于实质防疫效果的一个作秀的行为。2019年，当时韩国瑜市长被树仔视察天高日，这在议会文静的态度是造成罢免的原因。并不是一个优质的质询，只不过是想要问倒局处首长，也不给局处首长这个答询的机会。像这样的问政，也不是人民要的。那请问他为什么？不好意思。2020年6月份，这到灵堂看已经过身的议长柯坤元靠咧行出来，当时卖胭脂嘛是罢这个理由之一。你竟然涂了大红口红去赴灵堂吊唁，觉得社会观感是如何？会不会让年轻人觉得原来可以涂大红口红去灵堂吊唁，所以有样学样？发起连署的是一位凤山区选民王明正，伊甲家己原本做生意的店当作罢节总部，成立凤山清洁队。伫面册直播，伊是30岁凤山在地青年施尚贤，担任总部发言人，伫遮和20多位志工自制作看板、宣传单，出动宣传车来扫街，拢总家己来。为着要增加连署数，无论透风落雨、大日头，连续2个月拢无休困。第一阶段通过，要送第二阶段，因为是等于说是从2804要到28783。这一个数量，我们当时为了要把这个赶出来，我们志工每一天都从早上一直加班到半夜。去年7月份第1阶段送件提案，9月份启动第2阶段，12月18送中选会通过，这个时阵嘛开始加入国民党的力量。1月23找要千人来溪仔路举办罢节大游行，搁一摆表达诉求和不满。我们凤山市民选出来的不分区议员，可是你没有站在我们所有市民的健康着想。对外界质疑这是韩国瑜要将报复性的罢免，施尚贤安尼讲。你真的要说我在报复吗？那就是 ambition， 怀抱的抱，负责的负，不要乱扣我们帽子，不要再欺骗我们年轻人。我们年轻人还是有我们的智慧。民主社会，人民会使决定要爱的民代。罢节案是公民运动，嘛是人民意志的展现。